劉先生，你啱先就講過啦，呢個嘅香港嘅政制對比翻起之前英國嘅統治嘅時候，我哋已經有800人嘅選舉委員會去選呢個行政長官，就係達你所講嘅進步啦。咁但係呢800人係咪代表我哋每一個人嘅意見咧？佢哋講嘅嘢係咪同我哋同我哋嘅呢個嘅立場係相同嘅咧？咁另一方面，我即使當呢800人都係一個進步嚟講。咁我哋係咪應該盡力去最好嘅進步，就唔應該慢慢嚟？雖然你咁樣講啦，就話呢個嘅要循序漸進，但係對比翻我哋譬如話呢個上海、蘇州，咁佢哋起個天幕講完一講咧就已經起完咗啦。睇下我哋講咗10年嘅呢個西九龍文化區，我哋都仲係一個藍圖嚟嘅。咁我哋呢啲係咪叫做就可以循序漸進？即係我想問下，香港喺呢方面係咪有一個嘅情況可以？或者係佢自己特點，係可以令到佢加快佢嘅發展嘅速度。好，唔該晒。咁啊，我哋有冇睇緊先？俾阿陳生仔講完之後，我哋翻上台上，每人總結2分鐘。咁啊，見到人山人海其實好鼓舞，因為真係好多人嚟咗城市，所有嘢如實發聲。網上直播有超過450人都睇緊。我啱啱嚟今日嘅主題，頭先劉夢熊就同我哋呼籲話要尊重基本法，佢喺度講法治，我就覺得劉夢熊講法治即係好似白韻琴叫你去整容一樣。好對你啊，唔該。法治係咩？叫你去整容，真係揾鬼做。好講主題啊！劉夢熊佢話：我哋唔尊重基本法，邊個唔尊重基本法先啊？附件1、附件2寫到明香港喺0708年已經可以雙普選。點解人大又一次一拖再拖？點解條料又要喺2007年12月29號走出嚟，話要褪到2017、2020？你解釋下邊個破壞緊基本法？你哋成日話我哋依家將香港呢個和諧氣氛、經濟成果破壞，呢啲叫做暴力。我哋宏觀身邊好多其他國家，嗰啲叫做乜嘢嘢啊？如果我哋呢啲只係出嚟維權，發表下自己意見，手指同你講幾句嘢，你就話暴力，咁你唔好去泰國旅行啊，劉夢熊。最後一樣嘢，如果今日香港人能夠有100萬嘅市民上街投票的話，我保證人大常委會再次改變佢嘅決定。因為你話俾我聽，網上直播緊啊嘛，我要執行公務啊，我要將九龍西嘅所有候選人都要朗讀一遍。九龍西啊，除咗白偉勤之外咧，仲有林依麗、黃永志、郭兆明、謝繼全、蔣世昌同黃勇。每人2分鐘好嘛？基本法咧規定咗雙普選係最終目標，唔係短期目標。同時亦都規定咗要循序漸進，而唔係話一步登天。其實循序漸進發展民主咧，係呢個現代社會嘅常態。美國喺個1776年啊發獨立宣言，但係咧時隔70幾80年之後咧，仲嚟到南北戰爭解放黑奴。亦都係美國立國啦，230幾年之後咧，先產生咗第一個嘅黑人總統。美國裏邊嗰個婦女有投票權，黑人有投票權咧，亦都係經過咗漫長嘅歷史階段先逐步達成嘅。所以循序漸進，呢個係常態，唔可以就係話咁樣做係唔啱嘅。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話，呢個追求咧，大家好唔同意嘅，但係快與慢嗰樣嘢咧，係要跟住嗰個基本法嘅嗰個框架係作為一個憲制決定係一種嘅。呢個係法治社會嘅核心價值。
好，我哋香港嘅優良詞組，好，唔該晒。鄧立功，我覺得姚信繼啊，咁咪姚信繼啊。請你宋立功講，唔該，係聽得宋立功講。我覺得政府嘅官員應該多啲嚟同大家接觸一下。我會好鼓勵佢哋同大家多啲所謂開放式嘅諮詢啊，即係而家嗰個諮詢架構可能真係冇到年輕一代嗰個意見。咁我自己咧就覺得成個呢半年嚟講咧，你可能參加我哋城大嘅課程啊，我落咗大家吸收大家嚟睇下書啊。我覺得個現場氣氛又係好熱情，但係大家嘅討論嚟講咧，都仲係比較即係能夠冷靜得到，今日都真係我即係知道大家有進步啊，有進步，但係唔好令到啲圍繞立法都擺喺另一邊，我覺得大家要俾佢哋即係坐翻一個好啲嘅位置，即係年輕一代嗰個意見對生咧係真係好。有好多政治經濟民生嘅問題嚟講咧，其實係真係比較複雜。有時討論方面咧，大家要比較係即係冷靜一啲嚇，即係時間要長一啲。我覺得喺維園咁樣討論呢啲問題咧，有好多時候咧就即係太過簡單化咯，即係有啲口號式咁咧，就未必能夠係好好討論到個問題。好，唔該晒，劉女士。正話大家好熱烈啊，等於而家咧，大家關心社會、關心民主發展咧，不斷升溫。我只不過係話，好可能大家熱烈嘅時候咧，就往往就忽略咗一啲即係大家所關心問題，就係正話嗰位同學提出嚟嘅，如何提高。所以我想專門去回應呢個問題嘅，因為呢一樣嘢係對大家嚟講都好有作用嘅。我諗3點，第一個就係作為學生、作為青年人。點樣走出我哋曾經處身一度被困嘅象牙塔？我哋喺60年代當時嗰種教育氣氛之下，一樣係俾個象牙塔困住嘅。所以而家在座各位點樣能夠從關心時事做起？關心時事，關心身邊嘅周圍，同埋點樣爭取參與？呢個參與唔一定話樣樣嘢都要示威遊行，唔係嗰種，即係話你參與討論，亦都係一種，所以我覺得呢一點係好重要嘅。第二樣嘢咧，就學校如何去配合新一代嘅青年，點樣去認識社會？呢一個咧，我好希望教師唔好被而家嘅通識教育嘅考試綁住，因為而家通識教育嘅考試咧，佢都係將考試嘅綁住嚟講咧，係令到大家冇發揮嘅。個通識係要做，不過跳出個通識教育嘅考試，而真正去跟進個時事嘅變化。有好多時候咧，每個星期可以搞一個嘅所謂時事課。時事課就係你冇教材嘅，每日嘅新聞就係你嘅教材。咁呢一樣嘢係讓大家咧係更容易投入㗎嚇。第3樣嘢就係話，我哋一齊嚟打好個國情基本功。所謂國情基本功咧，其實唔係單單基本法喎，基本法好重視，係要大家多啲理解，去睇基本法裏面嘅內容。但係基本法如何行使咧？呢個好重要嘅。基本法如何行使嘅方向，其實北京係有好大嘅主導性，佢唔會亂嚟。佢亦都會因應香港嘅現實，但係北京嘅思維係點樣擺法咧？呢樣嘢好重要，所以我覺得大家提高基本功，即係國情嘅基本功啊，就會更加理解到香港未來嗰條路咧係點樣可以互借東風進退有道啦，係嘛？咁所以我諗即係大家同學提出嚟嘅問題咧，我哋亦都要關注，希望大家喺唔同嘅位置上面咧，大家身體力行。將香港同中國長遠嘅發展嚟講咧，搞得更好啊！多謝晒。好。今日即係我到而家呢一刻有4個字要講，謝天謝地。大家做咗個好好嘅良好節目，仲要求多一條。而家根據公佈嘅數字有450人在場，大家可唔可以幫一個忙？確保450人平平安安、愉愉快快行出維園，確保我哋唔可以行出維園，下邊請過嚟同我哋討論，得唔得？拜拜。有咩可愛？不過傻得可愛啫。